Hello，我係 Mandy。我喺2022年就加入咗黃大仙地區康健中心做會員。我除咗參加中心嘅活動，亦都經常做中心嘅義工服務，包括咗康健大使同安西教練。一開始我拎咗中心嘅單張，知道咗黃大仙地區康健中心唔似長者中心或者青少年中心有年齡嘅限制。另外，中心嘅服務多元化，有講座啦、心靈小組啦、運動同健康嘅班組，呢啲都係我想參加嘅內容，所以我就毫不猶豫咁就加入咗會員。因為當我身體有痛症嘅時候，透過中心嘅運動班得到改善，所以我想將我嘅經驗分享俾更多同路人，教佢哋做正確嘅運動動作，所以我就想做安西教練。中心安排咗大約10小時左右嘅訓練，當中包括社工帶班技巧啦、護士護理講座、體適能教練教橡筋帶動作、防跌班、伸展運動。我哋亦都會有試教嘅體驗，俾教練改良下我哋嘅教學方式。安西教練嘅服務包括咗恆常嘅橡筋帶班啦、防跌班。我哋亦都會喺其他嘅運動班做一啲協助嘅角色，亦都會喺一啲大型嘅外展商場，我哋都會出席去教人做橡筋帶。喺 training 同重聚日嘅知識吸引到我，令到我會喺私底下去揾更多嘅知識，不斷去增值自己。我亦有去教屋企人做橡筋帶。一開始佢哋唔係好相信運動可以舒緩痛症，但係當佢哋持續去做，見到有效，就開始相信，令我覺得好有成功感同開心。安西教練會為我帶嚟滿足感。當我教一個新手成功咁樣正確做到橡筋帶嘅動作，我會覺得好開心，同埋參加者讚我教得好，我會覺得特別有滿足感同窩心。我記得有一次教防跌班，我哋有3位教練，咁我哋都要負責唔同嘅部分。當刻有2位體弱嘅參加者，佢哋係需要用拐杖啦，同埋要人扶先可以入到嚟。當刻另外有2位教練好有默契咁去照顧呢2位參加者，令到我可以好放心、好安心咁去完成，亦令我感受到安西教練嘅團隊精神。大家嘅目標一致，都係想參加者安全咁樣去做運動。因為安西教練令我有好多得着，我亦想借我會員嘅身份去感染更多會員參加，俾佢哋知道我得，你都得。所以我參加恆常活動嘅時候，都有向會員推薦安西教練計劃。有一位會員聽完之後成功報名，依家亦都成為咗安西教練。